过来上重要一个重头戏就是药点菜。今仔日吼主要嘛是爱讲几个互大众朋友药啦。这是人报产药台湾一个所在。第号名，其实我知呢。你知哦？有啥物？我就知。啊，你讲啊！我有读册啊。观众朋友，这个药丁子啊，意思就是讲吼，你药无对，就是无读册啦。吼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》，愈讲愈认真。大家好，关一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在地新闻的主播林佑丁。大人已经开工啊，囡仔嘛开始开学。啊，即马吼，刚刚你感觉就是讲到农历的正月时阵，开始有这个节日的。节日，对啊，有这个节日。就是这个农历的正月，拢咧过节的。对啊，你看，即马咱明仔2月26号，对，就是农历的正月元宵，农历的正月15元宵节。啊来吼，抓落来，你看啊来，佮有咱国定假日228连假。所以你们就要为正月初一开始讲。正月初一是啥？正月初一过年开始讲啊。是啥？啊，咱一直嘿到初5，初6才开工。啊，像迄学生囡仔一直嘿寒假嘿寒，嘿到2月22才开学。啊，才开学一礼拜，就过就元宵节。啊，元宵节刷落拄啊好28的连假。所以你讲正月拢咧过节，拢咧嘿困，对无？所以这节日啦，刷来就是咱的元宵啊。对，所以咱今日甲大家来讲这个元宵。元宵咱其实逐人拢讲吼，因为今仔日咱要甲观众朋友强调一件代志。听讲吼，元宵节，伊是台湾版的清明节。哎呀，这我想过啊。对啊，咱旧年过年的时阵吼，有甲咱的乡亲报告过，吼讲吼，咱台湾有属于咱家己的过年的传说，吼做颠倒传说。是。啊，若讲到这个元宵吼，咱嘛有家己台湾版的这个解说，就是你拄则讲的清明节。元宵节就是台湾版的情人节。咱这毋是咧替迄商人咧讲话吼，毋是咧做生意啦，毋是咧做生意啊，毋是咧推销啦，毋是啦，因为咱即摆一定有够侪清明节啦，一个月就一个14号拢是一个清明节，农历的7月初7嘛是清明节。哎呦，咱元宵节嘛是清明节啦。所以这个元宵节是台湾情人节的这个讲法咯，其实是为台中教育大学一个教授，伊嘛是咱台湾民俗专家，或者林木贤教授，伊所研究的。是。啊，上重要就是讲，为什么讲这个元宵节是台湾版的情人节？就是你伫咧看灯花时，遮尔啊水的灯伫边啊，哎呀，个五颜六色的灯花啊，灯做伫灯伫你的边啊。五颜十色的对。你高新的人女行到灯花内底，就无什么小拄着，一见钟情。哦，所以咧，这个为什么讲这个元宵节是台湾的情人节？机关放伫咧看花灯这个时阵，是看花灯就是台湾男女小拄着的时阵，熟悉上好的机会。是啊，所以咱台湾有4大歌戏之一，叫做《单沙五娘》。这个单沙五娘的故事，就是发生伫咧元宵的暗暝。啊，这个单沙是啥物人？咱简单来讲，一个单沙五娘的故事啦吼。这个单沙是这个泉州的人。哎呦！啊，有一届过路到潮州的时阵呢，拄好拄到这个元宵，所以伊就去看这个元宵的灯花。啊，拄好拄到这个当地潮州的大小姐叫做五娘啊。哎呦！五娘伊嘛出来看灯花，两个相相拄，一见钟情啊！哎呀，蹦出着爱的火车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单沙为着要来追求这个黄小姐，所以伊就假扮做魔镜师傅。哎呀，啊去因黄家，讲要甲因魔镜。啊，但是伊阁想到一个计谋啦吼，就是甲因兜的宝镜甲弄互破。哎呦，弄互破了后，就卖因兜做奴才。啊，你就使长期甲这个小姐做伙甲追求啊，对无？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但是问题是安怎？这个小姐已经做互人啊，已经做互当地一个有钱的大少爷。但是这个大少爷要食唔讨谈。哎呀，人品无好，所以这小姐无介意。啊，但是这以前介意单沙嘛，啊，所以因就伫因的查干，伫这个小姐的查干，叫做野村帮助之下，两个人相带走。伫当初相带走。哎呦，最严重的。最严重。啊，佮经过一番的破绽，两个人终于有情人生。
元宵，这就是单双五零的故事，所以就是发生伫个元宵暝。对，元宵暝，这就是为什么元宵暝，佫是台湾的情人节的由来。哎呀，安尼你知无？我知啊，我感安尼吼，其实以前的人吼嘛是做开放的啦。系咩？无讲哎呦，即马伫路顶你看到人咧烧金，你会感觉哦，即马社会哪遮开放？以前做开放啊。对啊，以前做开放的，只是吼唔敢讲安尼尔。哎呀，像我啦，我也去订货吼，我袂像安尼讲要什么单元来，还是创啥？去订货主要就是爱食物件。哦，是哦。哎呀，因为当时你安尼就无浪漫呢。阮以前细汉的时阵有无？阮以前细汉的时阵，伫迄庙埕，啊有当时啊到元宵节的时阵啊，有可能会请迄歌戏啊，请布袋戏啊来遐演啊，阮着囡仔人啊，我毋知迄。囡仔人无啥物代志，就暗时时阵，你就坐伫迄戏台啊头前，嘿，我就伫遐看，啊边啊，做侪担咧卖物件，有无？小食担，脆食面，香烟肠啊，香烟钱啊，啊无就是咸酥鸡啊，嘿啊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你讲的这个物件拢伤现代啊，伤现代。你以前迄个社会，你以前迄个社会。我甲你讲，其实你的社会嘛你迄个时代嘛差不多啦。你以前迄个社会哦，你去庙会哦，你就爱食五糖，你人食得到，你就五互恁问。什么糖？来第一就是棉糖，棉花糖。对，棉糖。再来是啥？麦芽糖，麦芽膏。麦芽糖。麦芽糖。好，再来是啥？脆秋糖，龙须糖。啊，水啦。啊，再来是啥？话红仔糖。话红仔糖，啊，搁最后一个是啥？蕉来啊糖，是啥？糖葫芦啊，糖葫芦，各种糖啊，你拢食会到，保证你五福临门。啊，过来上重要一个重头戏就是药定菜。讲到这药定菜吼，咱定定咧药。我印象上深的一项，我伫元宵节有一道去台南的新农鸡，嘿，是一条鸡啊嘛，鸡啊顶悬啊，伊就会放做在迄顶。哦，啊，每一个顶下骹拢吹一个物件，对，落来遐就是咧卖菜。你会卖菜，啊，你会当看迄卖菜，要毋过伊无一个。哦，你家己去摇。你家己去摇。哦。安尼真好，啥你哪行？啊，你有倒一个题目，你印象上深？我拢看无，我一个拢无摇出来。今仔日吼，主要嘛是爱讲几个，互观众朋友摇啦。对啦。摇看觅，可能观众朋友有诶，你一定听过啊，我嘛看过。要毋过有诶，可能你无看过。哦，你来出题，我来出题嘛吼，好。第一是这是人报菜。哟，台湾一个所在，地号名，其实我知呢。你知哦？有啥物？我就知。啊，你讲啊！我有读册啊。观众朋友，这有丁子啊，意思就是讲吼，你也要无对，就是无读册啦。好，咱第一个就是这是人报菜，就是田中咩？好啦，田中嘛。哦，田中。好啦。另外一个规景店卖了了，嘛是约一个所在。规景店卖了了。你偷看啊？我偷看。你小我提示一个，伊是规景店全部销了了啊。嘿，倒一关的啦。中华。苗栗啦！我就想讲，我要用苗栗，叫你甲我讲中华，我说安尼都通宵嘛。啊！你讲拢通宵，通销出去。通宵。规景店卖了了，通宵。啊，佮有一个较难的。较难的。嘿，啊，这可能大家爱想象一个迄个感觉。好，来。吼，猪蛙起溜丝。啥笑啦？你咧练啥？地中小海狸。心清地无水，心烦水满地。歹势，我听无你咧念啥。第一句是猪蛙起溜丝。猪是倒一个猪啊？猪水猪的猪。哦，猪蛙起溜丝哦。猪中小海狸。猪中小孩儿。心清地无水。心清地无水。心烦。心清地就无水就对了。啊，心烦水满地。心若烦，水就满地。对。哦，要啥？要一个身躯顶的一个器官。佮提示一下，是你头还是头哦？五官吗？五官。哦，安尼答唔就错。系啊，你就叫我讲遮济。安尼就是目睭咩？对啦，目睭咯。哦，为什么是目睭？你解释一下啦。目睭，因为伊讲猪蛙起溜丝，
猪蛙，猪蛙起溜丝就是讲咱的目白，目睭毛这个猪就是表示你的目睭窟窿就对啦。哎，目睭毛这嘿窟窿就对啊。哎，其中小孩子，其中一个小孩子就是咱的目睭人。心清地无水，你啊心啊清吼，你这个目睭看开，都无目屎，无目屎感觉，你就是足欢喜。对。啊，你啊心怀的时阵水满地，你就是心怀的时阵你想要流目屎。干目镜。对。啊，另一个嘛是要约地名，叫做东西南北拢压雨。啊，东西南北就是四角，对咧。南四角。就是南四角，南雨嘛，南四角，南雨压雨，足趣味的。嘿啊，就这个比赛，但是真正读册才有较有啦。是啦，啊你也嘛爱有迄个想象力，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啊，有足侪灯会拢收起来，暂停，啊无就是延后。啊，即马台南的大事就是大代志，风炮，香仔炮，继续要放。啊，你捌去有弹无？我捌去弹过，足疼。啊，你毋是讲爱伫迄个安全帽啊穿好满，你有弹到哦？哎，你唔看迄香仔炮，看下这哔哔砰砰砰砰无啥物呢？迄弹着真正足疼的。哦，但是我嘛有去弹呢，但是我拢无弹到我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今年的灯会啊，迄拢开始慢慢拢无，开始无啊。暂停尔啦。暂停啦，无啊。无啦。啊，卖失志啦。今年就较无迄种灯会元宵的感觉啦。哦，安尼哦，没啦。对，今年较无明年来恢复啊。系啦，因为即摆疫苗预防针要入啊，咱大家自主的就免惊。是啊。后回这时间继续关注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印象上深的一个买菜就是厝女，第一厝、第二厝迄个厝女，因为一字猪蛇猪啊。哦。我细汉都约袂着，你几岁还约袂着？嘿，朋友。台语真认真伫 Podcast 嘛听会到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旁边，我林小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认真，互你台语愈讲愈认真，耶！